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台东县东河乡松德村大多数居民是阿美族，长期是台基业，未能把过3年呢。佢只个咩是台东新世纪总头。民国56年家下，羊毛产业发展到过好，有许多西部的行业晒起计约。其中松德村都同延平乡港界嘅铜矿地区和石油为救生的居民是行业。76年尾，工业发展起来，居民有一沙西走的铜矿都唔係客家種嘅，人家松德村冇一多嘅行業。唔過，有人利用一個天然冇受到破壞嘅好環境，推動有機木土產業，我想韓國島人注意到松德。韓國有定有文化嘅山路，33年一組嘅真人治療所成員，來到山學一個以拜訪老人家。問佢啊，對嘅日常生活、數目是處置一條問題，同時先初步判定佢啊，對嘅智能退化情形，能夠記錄下來。山東嘅老人家從頭就按嚴重嘅時節，吼，恁啥啦、生囡仔啦，吼，才會發現講，哎呦，按嚴重哦，才會帶下山來看醫生。故說我哋下上去做係樣辦咧，我先看，有啲係嚴重嘅，吼，我啥都老生囡仔講，你做啲本身上看哦。台東縣東河鄉嘅太原平原松德嘅山村，啲東海岸山脈嘅太原窩湖嘅渡河，並無減海。有人講也係通利山村，現正啲山下別立各項，產業要請農業津貼，後生人但是做曬出嘅嘢。現時通利山村單就係老人家，平原松德甚至有一半客家都係65歲以上嘅老人家。那個年輕族群很少。你沒有看到有那個新婚在這裡說要去生待產的，就沒有看到過。通利山村渡河，松德村嘅人口最少，啲人日時嘅人口雖然有303人，不過平常喺啲嘢就搶830人天天。人家一分山嘅松德有本做前寮唔錯喎，後寮切錯喎唔現實，食錯喎銅礦一條種嘅，切錯喎同銅礦，現在係松德村最多行人嘅種嘅。個相貌啊，哈，同我家做了也漂亮呢，唔值錢，漂到一天都人氣㗎呢。哦，這可是種相貌。所以故鄉啊，就留喺一條連沙睇嘅講嗬，講就哦，就啊也按好穿絲了，就停嘅個連沙向下過嚟啊，加些53年、52年嗬。啊，過嚟就多一下呢嗬，啊就66 cc 嘅苗呢嘅就客家人就家就來到一。啲東河鄉同延平鄉各嘅銅礦，現在日本書嘅是大量嘅熱銅礦，高手掌握很多銅礦。民國48年87歲在過後，西部嘅田橋依度盆太水打到廢發，苗栗與依度強強嘅行業，就抽定來到銅礦也落錯。一年民國50年代，有某位成日以前，佢喺銅礦嘅人口就遷到，當時是有780戶嘅行業，甚至係啲嘢曬嚟雙德國小銅礦分教，最多嘅下是有200個學生嘅。從日嘅一分教就有300個做學生嘅咧。75年家都飛的，嘿，75年還存了10個學生啊，還有一個現場嚟教。搞了啊，見慢慢的就存到2、3個就飛起嚟。13歲就停定嘅爸爸對苗栗來到有400人公測過嘅銅礦產業，昆山打拿嚟戰略，喺台東以出名嘅有機農場嘅頭家。當然，無論早上亦係暗部，都係到銅礦白公盒、連福祠拜爺。一座白公盒係銅礦最重要嘅信仰中心。民國55年奇妙嘅盒。別項留下來嘅景觀嘅名嘅，要叫上客家都係行業。像啲金橋啦，呀雲餅妹啦，呀什麼黃店嚟到，也太部就行業。所以也有幾10條命嘅嗬，就有4、5嘅係好農人添。學講嘅呢有結叫嘅。有某位成日當家嘅做咩嘅咧？下後雖然種緊咩種梅也掉，也都需要當好嘅講劍。不過，天天西部工業見來見發達當愛人，
民國70年代末期，喺啲同抗嘅人家，就將年產、秋盤、秋青嚟到也可以看樣嘅，要溜溜縮縮搬轉食譜。一喺同抗地區，就將存到李清亮一副行業呢。哦，總之講伊個嘢咁唔係春講2、3千元啊，加前下大雜啊，加70兩年噶。最近做嚟講，見你都會睇下講哦，那就會做工業加起鋪啊，即係見抄都全部都，而最以後要做到嚟要都要滿到好無好，都真係見辦真係2、3年去都辦成嘅。唔單將行業，桑德村嘅霹靂莊嘅，無論係火爐業，也係阿米醋業，一啲安陽嘅時空配件盒，單就辦到食鋪嘅杜飛機。唔單止同港混交，接觸過混交，也都屬飛交，連桑德國小一啲13年前飛交。今年桑德村係台東最細莊嘅。陣阮桑德還佫高小咧啊，迄陣還佫人袂少咧。但是共我迄個時間還佫較進前一撮啊，都足濟人刷出嚟啊。大部分都是為了經濟啊，小孩子都往外面跑啊。哦，那你的小孩子也不在嗎？對啊，都是去外面啦。都是大部分都是老人家2個人留在這。對，就是夫妻這樣啊，還有阿公阿嬷就只有這樣子啊。像對面嘅行業安尼，佢搬轉去苗栗安尼。佢同係大擺下伊可以做些可能業務嘅就好好嚇。下伊當心少呢安尼。李清亮並無停時代腳步離開。佢同記者離開同抗嘅安道連殺，留下來嘅鐵係高路屋嘅，一個埋下來，獨獨嘅發展出7家上嘅農場。42世紀年，佢撥一場當厲害嘅蘋果後，開始啲啊睇唔到幾提橋派，見唔到分掉樣嘅神保嘅杜學發展有機農業。佢呢6個子女一停佢啲啊喺南方打拼，初步算起來。佢做有機農業嘅年收入只有幾百萬元咁多。從也栽培個東方片嗬，唔係講3萬嚟種嗬，因為以後呢，就像也就有啲較小農戶嘅啊，較小家庭嘅哦，種因為像要可能嘅朋友或者係較出嘅，超級做有機哦。見咩做當算錢咧？看準一個唔多嘅有人會行道業，有田野冇乜嘅上海嘅環境。啲桑德出色啲台中太嘅陳元店，8年前唔顧野外嘅反對，而乎下人勢轉桑德，拍到天來，佢是用唔用化學品、唔施農藥嘅方式來種薄荷、香蜂草一條香草植物，還同國內有名嘅金融業者打契約合作，打好產業嘅基礎。也係為了抗泰事業，才行較省錢，也指定同時共研發的田球改種花草，還是個研發茶包保養品一條，安尼產品就行較豐富多樣。我們現在配合當然有芳療業者，也有保養品廠商，還有食品加工業者。現在光香草茶一項，以前我們要種3甲地才會養一個公班的，又不小心颱風來虧錢。可正常我們現在今天估我們在1甲地，就是就可以養一個公班。本地冇耕種經驗嘅陳元店，2年前佢決定來做耕種嘅專業嘅，就同佢哋沙琪媽媽合作，成立嘅農務公班，當日3點鐘落田做事。6年來，也係桑德業其中一個創業嘅前源來路。對佢哋愛轉家鄉，看顧野外嘅村民來講，也就暫時有錢好收入。看我在家裡沒事，就叫你來工作了哈。對啊。都大部分都是種水田這樣子啦。像我自己就來這邊做這2年，我就沒有種稻啦，就專門做這邊啦。就固定做。對。收入比較穩定。對，比較穩定。大座在南方，所養嘅海檸檬草、薄荷葉都含有露水。公班嘅成員有啲係苦地呢，有啲係條青青的。啲嘅節香草作物嘅嫩筍呢，冇做係幫草嘅。佢阿條唔係啲太高嘅田球項做事，係啲當地嘅寒冬久嘅桑德國小做事。去年陳元店用3期嘅名義，去同台東縣政府提出認養計劃，同學校嘅運動場變做香草葉，教室變做香草實驗室。雖然縣政府有規定，做唔得啲啊做成立，
沙海岸嘅認識上帝同鄉處嘅一個位數，下擺還會開放本上一世來上帝日嘅新移民落來，也會係一條人正式來到亞落錯嘅頭一站。可能對香草有興趣的年輕人，他會想到就先來這裡。那你帶這塊土地的產業，再創造其他可能性，你會更大。你讓年輕人或是讓人回流，要個兼顧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他的應該是說他的經濟來源。陳英典期望用無托生業來向新移民，含盼來上帝體驗做主題嘅工作假期也就發託。佢按大餅一想到專業面試嘅注意，2016年對介意來嘅以上路儀式，來到無醫療因素嘅通類三春夜，做推動性母語言嘅觸點嘅儀式，主題提供日常嘅診療，更加直接食材嘅醫療神器，同行通無利片嘅村民來服務。就算2年過後，都下相愛離開通類三春。隔禮拜，佢還係為是點個種嘅菜來到通類，來派巡迴醫療。韓國順便呢，遇到病人屋卡溫小門冷，提供其他醫療服務，甚至擴大服務團隊，抽定藥師、護理師同心理治療、復健一條專業嘅人員共同來參加。其實就是要直接讓所有做巡迴醫療的醫護人員賦予他這個資源，賦予他這個權利跟義務，能夠把服務送到家裡面去，那這樣才對。因為尤其是我們在我們的路線上，明明就會經過，就是有就醫不便的人，那就順便去看他嘛。好，那這樣的話，其實就可以節省很多額外的交通時間。不管是1個月一次，或者說1季一次，甚至說半年或是1年一次，那第一個他可以接觸到的民眾並不是那麼的全面。如果可以常態性的像巡迴醫療這樣固定的每個禮拜幾，那至少在這個5·1村，好，那可以讓鄉親能夠有一個，他如果真的身體上有一些不方便，有一些需求，那他可以就近就看醫生。有沒有記憶力退化到失智的程度？做動作用的檢查，我做嘛愛用去散檔，我先看，我有落去做記錄，好那本線上是客家了解。是講無論社區藥局、資源巡迴醫療，也係心理醫師、智能治療師一條，來聽做自家訪談一條，都做得講係辦義務嘅，現時健保制度將部分給付，無就根本唔提供給付。沒有多的給付，跟在藥局上班一樣。好，那等於說我用報備資源的方式支援這個門診。這一些專業人員，他們願意走進社區，其實我覺得在健保制度的設計上應該去考量。假如說在都市裡面，大家容易接近到這些人員，好，那沒有這些社區跟居家的支持，好是還說得過去。但是在偏遠地區的時候，那專業人願意出來的時候，其實我覺得應該要給予適度的資源。只有2003年的狀嘅，今年搶存803人，人變少嘅，以內加醫車加醫價，喺第二年看到嘅人少有人少嘅好條件，想用天然無托嘅環境來打造出康健嘅環境，等到產業醫療資源都較少嘅，生活嘅基本條件做為較難較好。既然有狀嘅也怕做唔少會無體。